大家好，我係米高師傅，歡迎嚟到我嘅風水命理頻道。時光飛逝，轉眼間我哋已經踏入咗下元九運嘅第4年，亦即係2027年丁未流年。喺風水學入面，九宮飛星每年嘅輪轉都係一種能量氣場嘅重新洗牌。有啲方位喺舊年可能係大吉，但嚟到2027年或者會變成要避之則吉嘅空位。所謂先知一日，富貴10年。想知道點樣喺2027年趨吉避凶，幫自己同家人報一個丁未年嘅平安發財局？今日我就會由中宮開始，逐個宮位同大家拆解2027年九宮飛星嘅全方位佈局。大家準備好筆記，我哋而家即刻進入正題。今日想同大家分享一下2027年全屋最核心嘅位置中宮。今年九紫星飛入咗中宮同原局嘅五黃同宮，九紫火遇到咗五黃土，喺五行上就構成咗火生土嘅五行局數。大家要留意，九紫喺目前嘅下元九運入邊係最當令最旺盛嘅吉星，代表住喜慶、愛情、婚嫁、添丁、明星同埋升職等等嘅吉慶事。不過九紫火飛入咗中宮，遇上原局五黃廉貞土，火雖然可以生黃土，令五黃嘅凶性稍為被壓制，但風險依然係存在嘅。所以話火生土表面上係相生，實際上就暗藏住洩火之象，對戶主嘅財運同健康仍然有潛在影響。如果屋企嘅客廳或者通道咁啱位於全屋嘅中心位置，只要可以妥善佈置呢個宮位，全屋嘅整體氣場就可以得到九紫喜慶星嘅滋養。例如家中有仔女喺2027年準備考大學、結婚，或者想喺事業上爭取晉升機會，呢啲喜事往往都會同中宮九紫星嘅氣場相呼應。相反，如果中宮位置長期堆放雜物，或者有漏水、牆壁破損等問題，就會大大削弱九紫星嘅正面力量，同時激發咗五黃嘅凶性。所以如果屋企中央位置係客廳或者飯廳，大家長期待喺呢度聚會，2027年就容易有婚嫁喜事或者添丁之喜。但如果中央長期堆放雜物，火土相混，就容易產生是非啦。根據元空秘旨提到，火炎土燥，南離河益，附艮坤。雖然喺呢個中宮火生土，反為旺象，主喜慶添丁，事業順遂。不過飛星庫亦都有名言：子皇獨弱，鄰宮對口莫常。呢個意思係指火生土非但唔能夠完全用到火嘅吉氣，反而壯大咗五黃嘅凶性。中宮係全屋嘅心臟，當五黃被生旺，不好嘅氣場就會蔓延到全屋。所以我哋必須要先以金嚟發洩五黃嘅凶性，後以火嚟生旺。雖然五黃廉貞一向以凶性見稱，但得到九紫當令喜慶星嘅調和，凶性已經大為減緩，甚至可以發揮九紫嘅喜慶力量。喺具體佈置方面，第一，建議喺屋企中央位置擺放粉紅水晶盤或者玉石，可以增加夫婦同情侶之間嘅感情運，同時亦可以帶動財運。已婚或者有伴侶嘅人士可以喺中宮擺放結婚相，配合九紫嘅喜慶能量，增進感情。擺放粉紅水晶亦都有助於早日添丁。第二，未婚人士可以擺放九支紅色玫瑰、粉晶桃花樹或者粉紅水晶盤，去增旺姻緣。密運中嘅人更加可以同伴侶早日成家立室。不過大家要記住，切忌喺中宮位置擺放啡色或者土黃色嘅陶瓷擺設同埋石製品，因為呢啲屬土嘅物件會進一步增強五黃嘅凶性。同時亦都唔應該擺放大型植物盆栽，以免木生火再轉化生黃土，令五黃嘅破壞力加劇。另外，如果中宮位置咁啱係洗手間或者雜物房，應該擺放虎尾蘭或者白色葫蘆去化解，
可以淨化空氣之餘，亦可以減輕五黃嘅霉氣。此外，亦可以喺中宮位置擺放銅葫蘆一個，去化泄五黃廉貞殘餘嘅凶性，確保大家喺催旺喜慶之餘，身體健康唔會受到病煞影響。最後，切記中宮唔好擺放尖銳物品、刀具、仙人掌或者黑色同藍色嘅大型擺設，以免破壞九子喜慶嘅正能量。講到呢度，如果你覺得今日嘅風水分析對你有幫助，記得即刻 like 呢段片， share 俾身邊嘅親朋好友，同埋 follow 我嘅 channel， 撳埋個小鈴鐺，咁樣2027年最新嘅運程同佈局你就一定唔會錯過啦。好，我哋繼續睇埋下一個方位。今日想同大家分享一下2027年需要多加注意嘅方位正東方。呢度係今年嘅小人同埋官非位。今年七赤星飛入咗正東方，同原局嘅三碧同宮。當七赤金遇到三碧木，喺五行上就構成咗金克木嘅嚴重相克局數。大家要留意，七赤喺九運入邊係退氣之星，主要代表口舌、賊劫、破財同埋小人。而三碧本身就係好勇鬥狠嘅是非星，金木交戰喺風水學上就稱為交劍煞嘅變體。正東方係2027年大家要多加提防嘅方位，因為七赤飛入震宮嘅傷害性比較強，容易招致手腳損傷。正東方為震卦，代表屋企入邊嘅長子或者年齡介乎30至45歲嘅男性，如果屋企嘅大門位於正東，又或者睡房喺正東方，呢一年佢將會面臨極大嘅人際關係挑戰，例如喺職場上容易被同事督背脊、被暗箭所傷，甚至可能因為衝動行事而同上司發生激烈衝突，導致被解僱。與此同時，亦都容易同仔女產生口舌之爭，造成家庭不和。所以切忌喺呢個宮位嘅當眼處擺放尖銳或者鋒利嘅物件。另外，如果廚房設於正東方，金木互相交戰，再加上廚房嘅火氣，2027年極之容易發生切傷手指、燙傷，甚至係嚴重嘅家庭衝突。如果夫妻嘅睡房喺正東方，2027年亦會因為財務問題或者莫名其妙嘅誤會而產生激烈爭吵，甚至面臨分居危機。根據元凶秘旨提到，雷鋒金伐定被刀傷，同埋木金相反背義亡恩。三為雷，受金所伐，代表嘅就係是非、官非同埋損傷。飛星庫亦提到，須知七，剛三危，剛危者濟則生殃。而子伯缺亦有指出，三七搭致，被劫道，更見官災。所以呢組星象代表住極端暴力嘅衝突，容易引發肢體受傷、嚴重車禍、盜賊入屋同埋官非訴訟。所以正東方喺2027年煞氣極重，絕對唔可以催旺，只能夠化解。面臨金克木嘅局勢，我哋必須要使用水嚟通關調和，以金生水，水生木，去化解戾氣。喺具體佈置方面，第一，如果客廳、睡房或者書房位於呢個宮位，亦會容易因為受傷而惹上官司訴訟。建議喺度擺放一杯清水去化泄金嘅凶性。第二，亦需要留意房間窗外嘅環境。如果窗外有穿心煞，就必須擺放特鏡對向窗外化煞，否則容易招致血光之災。大家要特別注意農曆2月、6月、8月同埋11月，因為流月飛星嘅七赤、二黑、五黃飛臨呢個宮位，會令凶性增加。如果有需要，可以擺放紅色嘅木製裝飾品去化解，因為火可以克金，同時亦唔會傷到木。切記正東方唔好擺放任何金屬利器，亦都嚴禁擺放風鈴或者金屬藝術品，否則會觸發七光三危嘅血光之災。建議喺正東方擺放一杯清水，需要定期更換，保持清潔。
或者可以擺放黑曜石葫蘆、黑曜石水晶球，以及藍色或者黑色嘅地氈。黑色同藍色喺五行中屬水，能夠有效洩去七赤金嘅銳氣，並且生旺三碧木，將暴戾之氣轉化為平和，減少小人是非、官非同埋劫盜嘅發生。對於上班族嚟講，如果辦公台位於公司嘅正東方，會容易同同事爭執，或者因為文件失誤而惹上官非。呢個時候適宜用火克金擺放紅色中國結或者燈飾嚟化解。如果屋企長子嘅房間喺呢度，青少年時期亦容易有意外，例如運動受傷或者同父母產生衝突。如果窗外見到路衝或者尖形建築物，就必須要立即掛凸鏡去化解。最後，如果需要長期逗留喺呢個宮位嘅朋友，建議佩戴黑曜石手鏈去化煞平安。大家好，今日想同大家分享一下2027年嘅正財位，亦即係東南方。今年八白星飛入咗東南方同原局嘅四綠同宮，四綠屬木，而八白屬土，喺五行上就構成咗木克土嘅相克之象。大家要留意，喺白運嘅時候，八白係超級大吉星，但係踏入九運之後，八白已經成為咗退氣財星，吉氣大減之餘，反而容易顯露出土性嘅遲鈍同埋停滯。巽宮屬木，強木克住退氣之土，會對健康同埋財運造成雙重打擊。雖然2027年嘅東南方係正財位，但係四綠木克八白土，加上東南方為巽宮，代表長女。所謂四白傷小口，咁樣會令到小朋友承受精神上嘅壓迫，容易胡思亂想，更嚴重嘅甚至會導致精神出現問題。如果屋企嘅女兒住喺東南方嘅房，2027年會感覺到無形嘅巨大壓力。例如一位準備緊考試嘅女學生住喺東南房，佢可能會因為俾自己嘅學業壓力太大，導致嚴重失眠、焦慮，甚至引發厭食或者頻繁胃痛同埋腸胃炎。不過2027年嘅正財降臨喺呢個方位，其實有利於文書、寫作同埋創作行業。喺商業環境入邊，如果公司嘅財務部或者會計部設於東南方，2027年嘅現金流會變得非常緩慢，因為八白退氣嘅原因，而且亦都容易因為繁瑣嘅文書錯誤而導致公司蒙受財務損失。根據元空秘旨提到，山峰直而全石高方，八為山，四為峰。呢個意思係指木克土會導致屋企嘅小朋友容易受到傷害，同時土代表脾胃，木土交戰極之容易引發嚴重嘅腸胃疾病、結石，以及因為精神壓力過大而導致嘅心理問題。所以面對木克土嘅局勢，化解之道在於火，因為木能生火，火能生土，用火作為橋樑，一來可以洩去四綠木嘅相克力量，二來又可以生旺八白土，等呢粒退氣嘅財星可以重燃生機。喺具體佈置方面，第一，強烈建議喺東南方嘅房間或者角落擺放紅色嘅中國結、紅色嘅地氈，或者安裝一盞長明紅燈，並且保持經常點亮。咁做不但可以減弱木嘅性質，更有助於八白財星嘅力量。火嘅元素能夠溫和地調解木土之爭，減輕女兒嘅精神壓迫感，保護家人嘅脾胃健康。切記，東南方唔好擺放大型嘅綠色盆栽或者木製家具，因為咁做只會加劇木克土嘅凶性。第二，如果你嘅職業係作家或者老師，而書房又啱啱好喺東南方，可以用紅色屬火嘅物件嚟調和木土，例如擺放紅色如意結或者紅紋石金字塔嚟化解。第三，至於商鋪同埋公司，可以喺東南方擺放聚寶盆，有助於業務發展同埋增加財運。但同樣要記住，呢個方位切忌擺放過多嘅綠色植物，
否則木克土容易引致破財。講到呢度，如果你覺得今日嘅風水分析對你有幫助，記得即刻 like 呢段片， share 俾身邊嘅親朋好友，同埋 follow 我嘅 channel， 撳埋個小鈴鐺，咁樣2027年最新嘅運程同佈局你就一定唔會錯過啦。好，我哋繼續睇埋下一個方位。大家好，今日想同大家分享一下2027年非常令人期待嘅方位正南方。呢度係今年嘅文昌位，今年4六星飛入咗正南方同原局嘅九紫同宮。4六五行屬木，代表讀書、考試、文藝同埋名聲；而九紫五行屬火，代表喜慶、才華同埋當令嘅貴氣。木能生火，呢個喺風水學上係極之著名嘅木火通明大吉格局。正南方代表屋企入邊嘅中女，如果呢一年將書房、小朋友嘅溫習台或者作家嘅創作室安排喺正南方，將會取得更加好嘅成果。因為呢個方位極之大利事業、學業、文書工作、創作同埋寫作等等。對於求學中嘅小朋友嚟講，呢個更加係一個開竅嘅方位。原本成績平平嘅學生，如果喺正南方溫習功課，理解能力會大幅提升，考試成績突飛猛進，甚至有機會喺各類學術比賽之中奪得佳績。不過家長們亦都需要注意，由於木火太旺，小朋友有時可能會顯得心高氣傲，或者脾氣比較急躁。如果屋企嘅書房、睡房或者客廳位於呢個方位，擺放富貴竹、文昌塔或者4支開封嘅毛筆，都會非常有助於事業發展。如果你係從事廣告設計、軟件開發、內容創作或者藝術工作嘅朋友，而且坐喺正南方辦公，更加會靈感如泉湧，交出嘅企劃案可以迅速獲得客戶同老闆嘅賞識，令名氣大增。喺公司嘅正南方擺放4支富貴竹同埋9粒紫紅晶石，亦都有助於員工嘅業績表現，帶動整體業務向上發展。如果小朋友嘅房間位於呢個方位，亦都有助於溫習嘅情緒，因為木火通明，代表智慧同名聲。建議可以擺放文昌塔喺小朋友房嘅正南方，提升學業運。根據玄空秘旨提到木見火而生聰明奇士，同埋動入南離見廳堂在換，而飛星庫亦都有指出赤廉璧子，聰明亦刻薄之盟。呢番話係形容雖然有聰明絕頂嘅才華，但亦需要防範恃才傲物。整體嚟講，呢個格局代表住文采斐然、思路敏捷、科甲連登，係一個非常適合催旺學業同埋事業嘅絕佳方位。所以木火通明之局，我哋適宜順應大勢去催旺。不過要注意火氣唔適宜過分猛烈，以免導致情緒焦躁或者眼部、心臟不適。適當增加木嘅元素，等火有源源不絕嘅燃料，先至係最聰明嘅策略。喺具體佈置方面，第一，最理想嘅做法係喺正南方擺放4支水種嘅富貴竹，配以木製嘅9層文昌塔。富貴竹屬木，可以持續生旺九紫火，而文昌塔就可以集中學術嘅氣場。喺呢個宮位溫習，對考試或者升學都會更加順利，亦容易得到貴人提攜。第二，如果想進一步提升職場上嘅名氣同埋升職機會，可以喺辦公台嘅正南方擺放9粒紫水晶或者紅水晶。除咗可以增加創意爆發力之外，亦容易獲得升職機會，大大增強貴人運同個人魅力，令你喺所屬行業之中脫穎而出。另外，如果係已婚人士嘅主人房喺呢個方位，木火通明，亦都有助於感情運提升。不過就要注意，忌擺放過多水種植物，否則木氣反而會被水相克。所以佈置嘅風水物件唔需要過多，簡單擺放富貴竹或者文昌塔就可以啦。切記，正南方唔好擺放黑色同埋藍色嘅物品。
大家好，今日想同大家分享一下2027年一個非常關鍵嘅方位西南方，呢度係今年嘅偏財位。今年六白星飛入咗西南方，同原局嘅二黑同宮。當六白金遇到二黑土喺五行上，就構成咗土生金嘅雙生局數。俗話二六相遇，富比圖珠，代表可以帶嚟富貴，大發田產財富。大家要留意，六白喺九運入邊雖然屬於退氣之星，但佢依然掌管住偏財、橫財、權力同埋貴人。而二黑雖然係病符星，但因為被六白金所化泄，反而可以將土嘅能量轉化為金嘅財富。不過大家要千萬注意，2027年嘅太歲正正位於西南方，呢個就意味住西南方雖然有富比圖珠嘅招財潛力，但絕對伴隨住太歲嘅威嚴同埋危險。如果以卦象嚟計算，六為乾卦，二為坤卦，亦代表夫妻可以合力賺錢，富甲一方。例如果某位從事房地產經紀或者保險經紀嘅女性主管，佢嘅辦公室位於西南方，佢喺2027年將會有極大嘅機會簽下巨額合約，賺取豐厚嘅佣金。呢個時候可以擺放聚寶盆或者黃水晶去幫助提升業績，尤其係房地產生意。加上配合2027年嘅紅陽流年運，更加能夠增加生意額。如果想增加偏財運，亦可以喺房間或者辦公台嘅西南位置擺放五帝錢，同時亦可以化解二黑病符星嘅力量。不過如果大家為咗催財而喺西南方進行敲打、轉牆或者擺放咗會震動嘅風水輪，咁就代表動咗太歲。咁樣一嚟，大家可能喺賺錢嘅同時，有機會遭遇嚴重車禍、官非，或者係母親突然罹患重病。呢個就係財多身子弱或者觸怒太歲嘅代價啦。根據元空秘旨指出，富比圖珠段係堅金如土，同埋紫白訣提到二黑非干，逢八白而財源大進。所謂圖珠，即係古代首富範例。呢個意味住呢個方位極度有利於累積財富，特別係同土地、房地產、礦產相關嘅行業，能夠大發田莊之財。所以喺西南方，我哋必須要先敬太歲，後催偏財。我哋要採用靜態催旺嘅策略，絕對禁止任何動土或者擺放嘈雜、發聲、流動同埋動態嘅擺設，例如魚缸、風扇、時鐘同埋流水擺設。2027年統統唔可以放喺西南方。喺具體佈置方面，第一，為咗平息二黑病符，引動土生金嘅財氣，同時安撫太歲。如果夫妻嘅睡房位於西南方，兩個人共同投資亦可以致富。第二，建議喺西南方擺放一個聚寶盆，入邊放七色水晶、金元寶同埋黃玉石。金錢同埋聚寶盆屬於靜態嘅金屬，而玉石物件既唔會觸怒太歲，又可以完美地吸納堅金遇土嘅龐大偏財運。第三，如果屋企有長者瞓喺西南房，為咗預防二黑嘅病氣，可以額外喺床頭安放一個銅葫蘆，確保健康同埋財富雙豐收。講到呢度，如果你覺得今日嘅風水分析對你有幫助，記得即刻 like 呢段片， share 俾身邊嘅親朋好友，同埋 follow 我嘅 channel， 撳埋個小鈴鐺，咁樣2027年最新嘅運程同佈局，你就一定唔會錯過啦。好，我哋繼續睇埋下一個方位。大家好，今日想同大家分享一下2027年全屋最兇險、最需要防範嘅方位正西方。呢度係今年嘅病位。今年二黑星飛入咗正西方，同原局嘅七赤同宮。當二黑土遇到七赤金，表面上睇好似係土生金，但實際上二黑同七赤嘅組合喺元空飛星入邊係被稱為先天火局，二七會合化成火，
2克代表病符，主要影響小病痛同埋情緒抑鬱。如果屋企嘅睡房或者客廳位於呢個宮位，大家就會比較容易生病同埋容易受到精神困擾。更為致命嘅係2027年嘅三煞位，啱啱好落在正西方，病符、破軍加上三煞，令到正西方成為2027年全屋最兇險、最可怕嘅宮位。喺家庭安全方面，如果飯廳或者廚房剛好位於正西方，2027年發生火災嘅機率會極之高。如果長輩經常喺正西方嘅客廳睇電視，三煞加上2克病符，極之容易引發肺部疾病、呼吸系統衰竭、嚴重嘅腸胃出血，甚至需要進行大型嘅手術。因為7尺代表刀傷同金屬，而2克就代表腹部。另外，大家亦需要特別注意飲食衛生，因為2克屬土，土代表胃部，會直接影響腸胃健康，容易產生肚痛、肚瀉或者患上胃病。大家可以喺客廳嘅正西方位擺放六帝錢或者金葫蘆嚟化解2克嘅兇性。正西方位為對卦，代表屋企入邊嘅小女兒。如果女兒嘅房間位於呢個宮位，2027年極之容易遇到桃花劫，可能會被不良對象誘騙，甚至引發未婚懷孕。因為27為純陰，相交住不良桃花，建議喺房間嘅正西方擺放黑曜石葫蘆嚟化解。根據秘本提到，27合為火，成煞氣，遇凶山凶水，乃鳥焚其巢。而飛星賦亦有指出，子王獨曰，鄰宮對口莫常。雖然呢度指嘅係95，但27化火同樣會影響到對宮。另外提到7有葫蘆之意，醫卜興家，呢個係指27同宮同醫療疾病相關嘅問題。所謂鳥焚其巢，代表住嚴重嘅火災、家破人亡、突發嘅惡性腫瘤，以及因為爛桃花、不正當男女關係而導致嘅身敗名裂。正所謂金水多情，貪花戀酒，水金相反，背義忘恩。所以面對三煞同埋27合火嘅極凶方位，唯一嘅法門就係重水化火，化煞為平。喺呢個方位嚴禁擺放任何紅色、黃色或者紫色嘅物品，亦都嚴禁放置任何尖銳嘅金屬利器。喺具體佈置方面，第一，大家絕對唔可以喺正西方動土或者敲釘。第二，強烈建議喺正西方擺放黑曜石、黑曜石葫蘆或者1寸六帝錢，因為水可以克制27合火嘅火性，化解鳥焚其巢嘅危機，而銅錢嘅金就可以化泄2克病符嘅土氣，葫蘆就可以收納病氣。第三，如果窗外咁啱好有地盤動土，即係犯咗動土煞，就必須喺窗台掛上凸面八卦鏡，並且拉上窗簾去阻擋空氣入屋。最後，大家要留意農曆2月、3月、6月同埋8月係呢個方位最危險嘅時期，家人應該盡量減少喺正西方逗留。大家好，今日想同大家分享一下2027年全屋最暢旺、最令人期待嘅方位——西北方。呢度係今年嘅桃花位。今年18星飛入咗西北方，同原局嘅68同宮。18屬水，而68屬金，金能生水，帶利人緣、桃花同埋財運。呢個宮位正正係2027年最暢旺嘅宮位，大家要留意。18喺九運之中屬於未來生氣，代表住人緣、桃花、智慧同埋遠方嘅貴人才。而68就係武曲星，18同68相遇，係風水學上極之著名嘅16共中大吉局。如果屋企嘅睡房、客廳或者書房喺呢個宮位上，定能廣結人緣，得到貴人扶持，等你做事得心應手。西北方為乾卦，代表屋企入面嘅男主人、父親或者公司嘅最高領導人。如果男主人嘅房間或者總裁嘅辦公室位於西北方，
2027年將會係佢大展宏圖嘅一年。喺事業上，佢會遇到非常有實力嘅合作夥伴，亦即係貴人。原本停滯不前嘅項目，會因為呢股好似流水咁靈活嘅思維而迎刃而解，不僅能夠順利升職加薪，更加可以建立起龐大而且有價值嘅社交網絡。喺農曆新年期間，大家可以喺呢個宮位擺放一串白銀柳或者桃花嚟增旺桃花運，非常有助於提升人緣。對於單身人士嚟講，西北方亦都係2027年嘅正桃花位。如果單身男女將床頭轉向西北，或者喺西北方進行風水佈局，2027年極之有機會喺工作場合或者長輩嘅介紹之下，結識到社會地位較高、經濟條件優越嘅理想伴侶。如果大家嘅職業需要接觸較多客戶，或者需要依靠人際關係去辦事，例如廣告商、演藝界、美容化妝界等等，建議喺屋企或者辦公室嘅西北方擺放聚寶盆或者五帝錢，咁樣會更有助於增強同客戶之間嘅關係。再者，100同600同屬有利於偏財運嘅星，例如喺商鋪嘅西北方擺放流水嘅招財擺設，可以增加客源，有助於提升業績。不過切忌喺屋企嘅西北方擺放過多嘅水，因為600為乾卦，代表屋企嘅男主人。如果喺呢個宮位擺放太多水或者桃花，反而會帶嚟不良嘅桃花效應，所以一定要適可而止，以免弄巧反拙。根據玄空秘旨提到，虛聯魁璧，啟八代之文章，呢個意思係指呢個方位唔單止有利於權力嘅穩固同埋財富嘅累積，更加能夠大幅提升個人智慧、人際交際能力，並且帶嚟強大嘅貴人扶持。如果你係一位銷售員，可以喺辦公室座位嘅西北方擺放7色水晶聚寶盆，令你2027年客戶源源不絕。如果單身人士嘅睡房喺西北方，亦都非常容易遇到良緣。如果需要化解過多嘅水，可以用金葫蘆嚟平衡。而擺放五帝錢或者適量嘅流水裝置，亦都有助於催旺財運。所以面對金水相生之局，我哋適宜用金或者水嚟進一步引動呢度嘅吉氣。不過要留意，呢個方位切忌使用屬土嘅物品，因為土會克水，會阻塞貴人運。同時屬火嘅物品亦都唔可以放喺呢個宮位，因為火會克金，會損害男主人嘅威嚴。喺具體佈置方面，第一，如果想催旺事業同埋貴人運，可以喺西北方擺放一個金屬製嘅流水滾輪。要注意，水流必須要向屋內流動，或者可以擺放白水晶球，流水可以帶動100貪狼嘅水氣，等財源同埋人脈源源不絕。而白水晶就可以增強乾金嘅決斷力。第二，如果想專注於催旺桃花同埋姻緣，可以喺西北方擺放一杯清水，並且插上鮮花，例如白色百合花或者粉紅色玫瑰花，又或者可以擺放粉晶七星陣，咁樣可以更有效提升個人魅力，招來美好嘅姻緣。切記呢度唔好擺放假花或者空花牆，以免招來虛情假意嘅爛桃花。講到呢度，如果你覺得今日嘅風水分析對你有幫助，記得即刻 like 呢段片， share 俾身邊嘅親朋好友，同埋 follow 我嘅 channel， 撳埋個小鈴鐺，咁樣2027年最新嘅運程同佈局你就一定唔會錯過啦。好，我哋繼續睇埋下一個方位。大家好，今日想同大家分享一下2027年全屋最需要防範、最危險嘅方位正北方。呢度係今年嘅災禍位，今年最兇險嘅五黃星飛入咗正北方同原局嘅100同宮。當五黃土遇到100水，喺五行上就構成咗土克水嘅相克局數。呢組星象組合喺風水學上又稱為子鬼生陽。如果大家長期逗留喺呢個宮位，對健康可以話係百害而無一利。
100屬坎卦，代表屋企入面嘅廁紙，亦都代表人體嘅腎臟同埋生殖器官。當五黃遇到100，會令人非常容易患上腎病。呢個不但會對健康造成極大嘅影響，亦都有可能帶嚟血光之災。所以如果屋企嘅正北方係洗手間、睡房或者廚房，2027年屋企嘅男性就會極之容易患上嚴重嘅腎臟疾病、前列腺炎、泌尿系統感染，甚至係其他隱疾。對於孕婦嚟講，如果睡房位於全屋嘅正北方，亦都容易影響到胎兒健康，甚至引發流產或者出血等悲劇。建議大家喺房間嘅正北位擺放六帝錢同埋金葫蘆嚟發洩五黃嘅凶性。喺九星入邊，五黃嘅凶性係最強嘅，但原則係宜靜不宜動，所以喺呢個宮位，大家千祈唔好擺放任何動態嘅擺設，亦都絕對唔可以進行裝修或者動土。喺辦公室風水方面，如果公司嘅正北方係會客區或者財務室，2027年就會容易遭遇暗中破財嘅情況，例如被信任嘅合作夥伴詐騙，或者公司陷入難以啟齒嘅醜聞，導致聲譽掃地。另外，如果屋企或者辦公室外圍，又或者從窗望出去正北方，能夠見到比較近嘅建築地盤，呢個就屬於動土煞。動土煞會加劇五黃災禍嘅效應，令到災禍立見，輕則久病不愈，重則會影響到性命安危。所以呢度一定要用金嚟化泄，絕對唔可以用木嚟克制。大家盡量唔好喺呢個宮位擺放木製嘅擺設，否則會直接影響到健康。根據玄空秘旨提到，腹多水而膨脹，呢個代表土克水，會導致腹水、腎衰竭等水腫疾病。另外，飛星賦中亦有提到子癸歲，廉貞飛到，陰處生陽。子癸代表正北方，而陰處生陽就係指生殖器官或者隱蔽部位容易生腫瘤或者惡瘡。呢個係一組直接危及性命同埋隱疾嘅星象。如果屋企男性嘅睡房位於全屋嘅正北方，今年就會容易患上腎疾、腎虛或者遇到意外災病。所以對付五黃土克水嘅局勢，千祈唔可以用木去克土，因為木克土反而會激嬲五黃，引發更狂暴嘅災難。唯一安全而且有效嘅途徑係用金嚟泄去五黃嘅毒土，並且利用土生金、金生水嘅原理去生旺100水，咁樣就可以達到通關化解嘅奇效。喺具體佈置方面，第一，正北方喺2027年必須要保持絕對靜止，大家千萬唔好放置任何紅色或者黃色嘅物品。第二，強烈建議喺正北方擺放一個上鏈嘅金屬音樂盒，每日定時播放音樂盒嘅聲，利用清脆嘅金屬撞擊聲嚟震懾同埋發洩五黃嘅毒氣。第三，大家亦可以額外加放一串六帝錢、銅葫蘆或者純銅金鏟，去確保煞氣被徹底吸納，保護好家人嘅腎臟同生殖器官健康。最後大家要留意，丁未年農曆6月同埋9月係五黃煞氣最猖獗嘅時候，大家務必要提高警覺，因為喺呢2個月，二黑同埋五黃會飛臨呢個宮位，令到五黃嘅凶性倍增。大家好，今日想同大家分享一下2027年最後一個方位東北方。呢度係今年嘅是非位。今年三碧星飛入咗東北方同原局嘅八白同宮，當三碧木遇到八白土，喺五行上就構成咗木克土嘅相克局數。而東北方為艮卦，代表屋企入面嘅幼子，所謂三白雙小厚。如果屋企小男孩嘅睡房剛好喺東北方，2027年佢會變得異常頑劣反叛，容易喺奔跑玩耍嘅時候發生意外，導致手腳骨折、扭傷，甚至需要住院動手術。喺一般嘅家庭入邊，婆媳之間、夫妻之間，亦都會為咗一啲微不足道嘅金錢問題而發生激烈嘅口角，傷咗和氣。所以
建議大家喺房間嘅東北方位擺放紅色嘅中國結或者外形尖頂嘅紅色木製擺設嚟化泄。對於辦公室風水嚟講，如果大門開喺東北方，2027年將會係是非破財年，公司容易因為瑣碎嘅合約字眼被客戶控告，或者員工內部拉幫結派、爭吵不休，導致工作效率下降。喺辦公室入面，如果自己所屬嘅部門或者辦公台位於呢個宮位，亦會容易同同事、客戶發生口角。所以喺辦公台或者商鋪嘅東北方擺放紅色嘅中國結或者紅色物件就可以化解，去減少同事之間嘅是非不和。88原本係財星，但因為受到三碧木所克，如果不作化泄，就會容易導致金錢上嘅口舌是非。根據竹節符提到，碧星入震卦，國事絕假相之辭。呢個意思係指三碧入震宮會對屋企嘅幼童造成傷害，而秘本亦都明言8逢3、4損小口。呢個代表木克土會對屋企嘅小朋友造成嚴重嘅身體傷害，並且會帶嚟無妄之災嘅財物損失。所以面對三碧木克8白土嘅局勢，我哋必須要使用火嚟調解，利用木生火、火生土嘅原理，將三碧嘅戾氣轉化為生旺8白財星嘅動力。喺具體佈置方面，第一，東北方切忌擺放任何水種植物或者綠色盆栽，因為水生木會令到三碧是非星更加猖狂。同時呢個位置亦都唔可以放魚缸，因為水會劫財。第二，強烈建議喺東北方擺放鮮豔嘅紅色物品，例如紅色嘅地氈、紅色嘅如意結或者一盞長明嘅紅色鹽燈。第三，大家亦可以擺放9粒紅水晶或者紫水晶陣。紅色嘅火氣能夠焚化三碧木嘅是非口舌，同時溫暖並且生旺8白土，令原本可能破財嘅格局轉化為因和氣而生財。咁樣一嚟，既可以平息家庭紛爭，亦可以保護好小朋友嘅安全同埋健康。風水佈局嘅核心唔係要避開所有困難，而係教我哋點樣喺變化之中揾到最適合自己嘅節奏同氣場。希望2027年大家都可以善用九宮飛星嘅能量，趨吉避凶，和氣生財，合家平安。如果想了解更多風水同命理嘅資訊，記得 follow 我嘅 channel、like 呢段片同 share 俾你最關心嘅人。我係米高師傅，我哋下一集再見。